五星级饭店即届推出的新菜单，由着资深的中餐主厨许宗贤亲自来设计，甲着监制，将本身30外档对着江浙、本帮、甲着粤式、四川的口味融入去即届的新菜单，包括火山石锅八三鲜、豆腐烧黄鱼、鲍鱼红烧肉、羊肚菌南靖风鸡丁，拢是真费工甲着重工法。其中清调的宫廷料理八宝葫芦鸭，因为爱去骨，经过炒、煎、甲着吹，相当的费时。因为我们上江浙菜，它就是比较注重一些就是比较刀工的东西，所以我们就会把一些就是比较简单的东西，把它做的比较精致化。要不然的就是就骨头香酥要做一做，就是整只拍一拍，蒸一蒸，然后下去炸。可是我们江浙是比较精致，会不会在那个里面就是把它骨头去那个骨也是很麻烦的，可是这是我们的这个菜系的特色。去骨完之后，我们再切那个把一些干贝丝啊、猪肚啊、白果啊在里面，再把那料再炒过，炒过的时候再把那些料再塞进那个鸭子里面，那过程很繁复啊。然后塞完之后再去炸过，然后再去蒸，所以这道菜它完成最少要30-40个小时啊。所以它吃起来就是它吃它里面那个料，它还可以含那个鸭子的香气在里面。葫芦就是在以前就是一个很福气的象征嘛，所以我们它本来是这样，就在中间来绑成，就是类似葫芦状，就是有一个比较福气的那个感觉。不管是慢火的炖甲煮、打烧，甲着红烧等功夫，对着主厨来讲一点嘛无困难。即届饭店推出新的菜单，以着南台湾的食材来入菜。除了提供单点的佳肴，另外伫个5月份感恩的季节，每礼拜还阁推出一道功夫菜，提供民众来食青，而且还阁有4折到7折不定的优惠。师傅许宗贤主厨在近期推出了全新的菜色，那由清炒的宫廷料理老上海瑶柱葫芦鸭，一直到龙汇江浙菜的本味，以及上海本帮菜的料理，还有南台湾的一些食材陆菜。那我们推出了一系列丰盛的单点佳肴，让大家来品尝。那这些菜色每一道菜都融入了传统的技艺，以及以现代中餐的方式去做呈现。那我们希望带给我们的食客套家，在品尝这些菜色的时候，也可以细细的体会这中间的每一道菜它的文化的故事，以及一个传承的一个亮点哦。那为了迎接这个5月份我们的新菜上市在5月的这段期间，我们每个礼拜都会精选许师傅的4道料理来作为折扣，然后迎宾的一个回馈。除了折扣优惠，另外伫个炎热的热天，业者还佫提供无酒精的迎宾特调的饮品，总共4款结合台湾茶甲着在地水果创意风味，每一礼拜来小轮替，以及工人的经典台条腰果店盘手礼，数量有限，上网为止。台南新闻林跟采访报道。